根据着这个原理，第二段就是讲这个原理，六祖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这个什么件？哦，这图画哦，咱六祖有咧甲咱讲着这段话啦吼，这段话咱是意义个吼。第二个解说哦，是因为这个原理，六祖云如来真如自性起念啦吼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啊，不了万境，吼。而自性常自在啦，故愿灵善分别诸法相，哦，有第一义不动，哦，这因为根据着这个原理，这叫做如来不动义。简单讲，是意义讲，伊这段话就是安尼来解释，根据着当时咱六祖慧能，咧甲讲见闻觉知起用，但是你的真如自性起用。但是你的六眼理不识，你这六根无叫六根甲你念了，根据就这个道理，所以嘛是伊个叫做如来不动义。啊，如来不动义就是讲啥物啊？这个如来就是讲你的自性，你的自性不是清净，随时你因咱是咧困，你困眠是一个足热面的足清困，但是你这个如来不动义，你的自性伫你内底。你的自性无伫内底，咱毋知叫做巧。但是如来不动的意思是，我具备内底当中，我起了清净，我要互六根、六尘较接有，我有生了色。根据着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如来常说：逆境必修，地无说法，如法如者，法上应下，何况非法？伊怎？这个佛道啊，就咧甲这弟子讲啊，伊安怎讲啊？如来平常对恁毋对我咧讲啊，金刚经。法这经啊，统统是经典啊，教恁了解我说的法，毋是独相啦。啊，不知道我有没有，毋知影有无记在心内吗？现在把以前所讲的空法执、这个道理，这重新来做一个这个做比如讲互恁听。第五。伊讲天我说法如法如者，恁逐个拢听着我咧讲法，即个法如法如者，即个法就是讲白啊。我把迄个大德干大白智慧12我食白啊。即个法就是讲白的意思，但是即个纯食的意思，都何须用法？道难不思修，意思讲，我今日即个花要到即个花，我爱用一只牌啊。但是我若到花边，我就不思修。咱今日，咱还是无地众生，咱有需要这法。但是你有需要这法，但是你已经捌了，你袂使叫这法捌掉。所以佛说法的时阵，拢用比如三千大千世界。七宝波斯形而所说的七宝，种种的譬如啦吼，用如法如者，这种叫做如法如，比如就叫如法如者，法上应下，何况非法。这这个有两种的解释，下就是讲有功用的法，上应下。12因缘法、四谛法、六度万行法，甚至当中所有经典这种叫做法。毋过呢，即个法你已经捌，你袂使去执迷法。你执迷法，你落一个魔顶思想起来。我捌做这法，我讲了足好，有一人听我讲我足好，开始起妄心，起妄念，那安尼不是众生。所以咪讲，你已经知影，你毋免着去执着啥。袂来甲你相抢啦，你毋免执着。简单讲起来。
众生有需要，你讲法度听；众生无需要，你违了你的自性。简单讲就是安尼。何况无功用的法，你要干嘛？什么叫做无功用的法？我定思想叫做有功用，法定思想这无功用，法空定思想这无功用。但是无功用，你若搁一个执，伊虽然无直接的功用，毋过呢，你若搁摄到那个执着去，倒甲你绊倒。啊，你若讲迄个无严重，虽无直接的功用，毋过你执就麻烦。我来讲个做简单的比如，你感冒，你药仔食好啊，对毋对？你敢着继续食药啊？叫做执药生病，需要生病。哦，啊，你药食无够嘛袂使呢？啊，食过头嘛袂使呢？啊，食好就好啊，敢是？种落去大病。讲个时阵啊，讲啥物内底迄个花内底有细菌，医生甲讲说爱抗生素，讲爱一礼拜，伊即摆就甲医生赶个较早出来，5工，医生讲我来检查早个，啊医生嘛那白闹对啦，啊袂使就骂我出来，啊伊可能也毋知影袂使，但是我听讲倒来讲昨下会知啦吼，当我开始咧袂煞啊，少啊，啊就记咧入院啊，就记咧入院。迄就是内底迄病菌抗生素，因为然后一个疗程就是要办，哎5工就要走倒来，迄叫做迄药效无够，所以你病就生出来。但是你药效够，你效够落啊，病好啊落啊，你敢着再继续食？这道理就是安尼讲，你捌道理了，你着一直敢着一直按照执这物件，所以呢。不应处罚，不应处罚。你这个法，你嘛袂使去执着；你这个非法嘛毋去执着。哦，但有人讲法可以断断烦恼，烦恼河啦，了脱生死。如法的比如啦，吼，过河须用舟啦，定然登岸不须舟啦，吼，定然你就无需要这舟啊啦，吼。毋过第二个解释呢，伊个这第二种解释讲。如来的法确实有功用，这个功用，吼，嘛是爱写，吼，何况空呢？吼，这个虚空之理，你执着这是要创哪来啦？吼，你能运自如啊，就是证了虚空之理啊。所以，这不是说二空是空的理切，其实虚空之理比法执，吼，深了一步啦，但是。伊无有直接的断动烦恼了生死的功用，所以了生死的功用爱断啦吼，要断掉吼。好，先到遮尔啦吼。因为伊毋是直接，因为迄个我定思想、法定思想、空定思想，这第三空，伊无直接，但是。你袂使讲头前迄两个已经无执着啊，你搁无执着，你当做已经空，你搁执着一个二空之空，这个意思是安尼啦吼。哦，所以呢，了生死的功用，了生死的功用要断烦恼，了脱生死，哦，了脱生死需要如来法，但是不需要我空法空的有空，有了这个直接的功用啦吼。法爱要有直接的功用，还是要舍弃？你爱写白仔已经到工啊，白仔厝干到屁干啊，到你爱落来，你毋通进去白顶啊。何况无有直接的功用，非法就是二空，法定思想，非法想，这叫做二空。你执着要干嘛？你个执着迄个物件要创哪？所以呢，因为这个这个金毛庆的第6分啦吼，叫做这个正式理由啦吼，到这做一个结束。不过这套内底当中，若要讲较清楚，有当足济物件，咱都背袂开。因此，咱互咱较少伫用的时阵，对头一段分析互咱较清楚啦吼，较连接，因为咱过去。
拢有内底即个解说，解说吼，有当时啊解说开去了，咱会感觉啥物倒转来。因为我若到迄个要结束的当中，我大体拢伫头前啊走一遍，反正我整个伊的迄个逻辑，伊的贯通，咱客人咱就哦，这就是咧讲哪。虽时咱会当解说说，但是你爱了解这段的迄个内底的内涵，你就知影，这是咱还能做一个局面吼。因为讲到这个所在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副前人师哥前道一躬，坤道一躬。一般向五体老母行三鞠躬，以前道一躬，再一躬，三鞠躬。感谢副前人师哥一躬，感谢北川师哥一躬，坤道一躬，再一躬，三鞠躬。感谢副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团之慈悲鞠躬。持下向五体阿母行三鞠躬，以前道一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持下前人一躬，送驾副前人一躬，送驾点团师一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持驾前人一躬，送驾副前人一鞠躬，送驾点团师一鞠躬。好。好，感恩。当年。